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我哋嚟講嘅咧就係中山、珠海買樓嘅完全指南嘅系列第一日啦。港澳人士嚟大陸買樓最驚遇到嘅係乜嘢啊？咁係驚跌價啦，邊個唔驚蝕啫？但係我想同你講翻嘅就係恐懼，其實唔係驚跌價，真正驚嘅咧就係交易安全嘅一個問題。你驚唔驚買到爛尾樓啊？你驚唔驚見到黑中介呃你啊？你仲驚唔驚今日簽約，聽日開發商走佬啊？咁呢啲咧先至係真正嘅噩夢開始啦。但係咧，如何去避開呢啲陷阱咧？咁其實第一個咧就係揀啱開發商，唔好淨係睇廣告話靚唔靚啊。咁第二個咧就係揾一個靠譜嘅中介啦，唔係淨係識得銷樓咁簡單，而係真係企喺你嘅立場上面，幫你清楚嘅睇清楚個合約細節。第三，先關注翻自己嘅一個需求，再關注翻個市場。記得關注我宇初置業頻道，每日一個買樓小貼士。